什么物资不物资啊？先跟我走，没机会，没往前走。你解决问题了吗？你跟我讲往前走，我现在来解决你的问题。往前走。我怎么了？我已经告知过你了，我已经明确的告诉过你了，好吧？我已经跟你亮过证了，你自己说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，我们已经全部提了。我是让大家，你现在跟着我走到门口，走。好吧？其他居民回到家里去啊，不要聚集。我们的社区民警，大家看好。我社区民警，我是维护法治的。请你往里走，你自己讲些什么？我在网络上，我只是不要讲，你讲什么？你心里比大家都清楚，好吧？这么多人都是你煽动下来的，好吧？现在有拎得清的回去。我是自愿来的，我都是自愿来的。往前走。我们是自愿来的啊！你有意见，我已经刚才跟你讲，有意见有想法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提，没有人去堵塞任何渠道。正规渠道不通，但是不通很正常。不，你不要现在什么时间啊？不要！那你让我怎么反应？你叫居委反映呀？正常。那居委人呢？居委怎么没有人啊？你吃背后不是的，不是居委会啊？真是的，这么多不是居委会啊？兄弟，你先跟我走，兄弟不要紧。你不要跟我讲为什么，我现在把这已经敲你了，就走。我们能不能请别人说一下？不要，我已经听得非常清楚，你讲了什么？我现在是处理你的事情。不是，那往前走，其他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往前走。我是第一次来了。对。上次也是你。回去啊！其他居民有意见有想法可以提，没有问题啊！但是不要煽动具体啊！有什么事情慢慢讲，接到居委